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今天我们要去科技城演出，而且是久违的大棚婚礼。苏州这里又叫木源堂。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去张家港78桌那个大型的婚宴，今天是88桌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出发。科技城真的蛮远的，开过来1个小时。哇，朋友们看看这个大棚，绝对是我见过最大的了。看看里面究竟什么样子。真的是非常的大，大家看离舞台还有那么远的距离。这个舞台布置的很中式，非常好看。大棚婚宴最大的好处是这个厨房啊，大家一目了然，做些什么怎么做的看得清清楚楚。毕竟有整整88桌客人，今天厨师要辛苦了。看看这个水果都是论筐来的。今天的新人是缂丝世家，民间有1寸缂丝1寸金的说法。今天的节目很多，我们的评弹表演是在下半场，所以可以先填饱肚子。婚宴唱了这些年，第一次看到牛头，牛气冲天。方能归，地界丝龙，配两一针女其间，梦好比得水的鱼儿，鱼精神。梦朝朝，放不了你不送真。衣服都来不及换了，赶紧回家。朋友们，再会。